别动！哎这个离不开我了吧？太棒了，神力！以后我飞的时候啊，我就带着你。到了地方以后，先把你扔下去，再把我拽下来，怎么样？相公，哎，先把我扔下去啊？就是那种轻拿轻放，轻点，轻点。有人！我给你啊！小点声。我说，公公已经吩咐了，一定要在午时之前把这桌酒席弄好，你知不知道啊？哎呀，行了行了，别啰嗦了。不是啰嗦，我是跟你说嘛。你干什么？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还不亲？你刚才都那么大一声了。那是差点把我憋死。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公公。公公怎么了？太监。太监又怎么了？哪里有太监？有皇上的地方才有太监呀。笑什么？这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最好笑的一句笑话。你说我们落在皇宫了吗？落在皇宫了吗？我也纳闷呢，咱们俩怎么那么轻而易举的就落在皇宫了？这也太简单了。是挺简单的。行了，别瞎琢磨了，别管闲事，赶紧走吧。没多管闲事儿，你想想看啊，有太监的地方就有皇上嘛，有了皇上，我们不就可以告御状了吗？然后把魏忠贤杀害老百姓的事情全部都跟皇上说，让皇上去对付那个大太监。你觉得会有那么简单吗？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呀。赶紧把你的剑藏起来，免得人家还以为咱俩是刺客呢。我像刺客吗？像。我像被刺的吧？快呀！来了，就是嘛。哎，那边看看去。季姑娘，求求你了，东厂的太监说他最多只能活1个时辰，现在都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是啊，古人都说过上天有好生之德，难道你真忍心看着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死了吗？娘，你就救救他吧。那个大姐姐是好人，那个大哥哥也一定是好人。娘，您就救救他们吧。不是娘不愿意救他，只是……玉莲，也许你确实有什么难言之隐，但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如果可以的话，帮帮他们吧。况且这位姑娘还是咱们家的恩人。好吧，我可以答应你救他，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等他的毒一解，必须马上离开，而且绝不能把我给他解毒的事告诉任何人。好，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哎，对，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绝对不会把你救英雄哥哥的事说出去的。墨竹，帮我把药包拿过来。好。哎，有人来了！小少子，把这些帽子洗洗，还有跟我到屋里把被单褥子也拿出来洗一洗。好，咱们这就走。太好了，我们去偷身衣服过来。那个衣服啊？对啊。你没听他说吗？脏，没洗呢。那你就等死吧。
挺合适啊。哎，这衣服还行啊。帮我。你们两个大白天偷偷摸摸的躲在柴房里干什么？啊，我们没干什么，没干什么。还说没有？没有，这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没，那个柴房能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您说是吧？哎，其实你们不说我也知道。想当年我是过来人，能理解。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们两个呀？老实说，到底哪儿来的？老实说，到底哪儿来的？问他。新来的，我叫小爱子，他叫小妃子。爱妃。新来的太监，我怎么没听说过呀？说来话长了。启禀总管，上面吩咐了，准备开宴。知道了，这就来。玉莲，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你帮我烧点开水吧。恋人中毒太深，昏迷不醒，解药必须拿开水调和化开，才能给他服下去。我很奇怪，为什么你知道怎么给那个人解毒？别多问了，你再不去烧水，就耽误救人了。好，我这就去。承蒙众位爱卿厚爱，为本座添置的这些东西，可是本座受之有愧。9000岁当之无愧。如今满朝文武皆心向9000岁，认定您才是真命天子。看来9000岁登基金銮，统摄天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祝9000岁早日登基金銮，统摄天下。倘若真有那么一天，那众位爱卿就是开国的功臣。来，今天咱们一醉方休。赐座。赐酒。本座第一杯酒，敬众位爱卿。谢9000岁。什么？9000岁？那他就是魏忠贤那个老贼了。糟了，这下进了狼窝了呀！哎呀。9000岁，今天你难得这么高兴，我特地为您准备了一样礼物献给您。哦，什么样的礼物啊？这个礼物已在您的庭院当中，恭请9000岁还有各位大人一同前去观赏。好。什么？
没有办法喂药。他中毒的时间太长了，毒气已经进入了他的体内五脏六腑，所以身体已经开始僵硬了。我试了各种办法，就是无法将他的嘴打开。是不是英雄哥哥服不下解药就得死了？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救救英雄哥哥吧！眼下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办法？先把药含在口中，再喂进他的嘴里。哎呀，姐姐，你就别犹豫了，快按照大嫂子说的去做吧。可是我，你要再不给他喂药，恐怕他就拖不过去了。姐姐，你赶紧给英雄哥哥喂药吧，要是再不喂，他就死定了。姐姐，你赶紧给英雄哥哥喂药吧，你是英雄哥哥未过门的妻子啊，难道你真忍心看着他就这么死了？我当然不忍心。嗯。是你送给本座的礼物。不错，它叫血刀。血刀？正是，可以说它是卑职的半个门生。卑职将毕生所学的鹰爪功全部传授给他，他以铁臂把鹰爪功式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卑职把他安排在9000岁身边，保护您的安全。既然如此，让他取下头巾，让本座看清他的长相。启禀9000岁，因为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所以他无颜以对天日，不肯拿下面罩，请9000岁见谅。哦，无颜以对天日。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一层黑纱难道可以遮住天日？你们说呢？9000岁所言极是。本座最恨的就是背叛，不管他为什么背叛本座，我都要他付出代价。不知道是谁想和9000岁作对？难道不要命了吗？但是有些人啊，他就是不信这个邪。9000岁，您的意思是，当着本座口口声声喊9000岁，可转过身去，马上就要置本座于死地。9000岁，是谁这么大胆子？难道他有8个脑袋不成？李将军，怎么样？昨天晚上在你家聊得挺开心的，一口一个阉狗，骂得挺痛快的呀。保护9000岁！
怕不怕？不怕。你告诉妈妈怕不怕？怕不怕？可醒了！你要是再不醒啊，我姐姐真得急哭了。人月，别胡说。我没胡说。英雄哥哥，你不知道，你中毒的时候啊，浑身僵硬，根本就咽不下解药。要不是我姐姐把药含在嘴里，然后啊，嘴对嘴的把药喂到你的口中，你早就没命了。你说，你是不是得谢谢我姐姐呀？就你别说，你还说。我说的都是实话。谢谢你，冬青。光用嘴巴说有什么用啊？你是不是得来点实际行动报答报答我姐姐呀？比如说，早点跟我姐姐成亲。人月，你如果再胡说，我真生气了。好，不说这些了，说点别的。英雄哥哥，那位大嫂子虽然凶了点儿，不过医术确实挺厉害的。大嫂子？哪个大嫂子？她是你的救命恩人，是她给你解的毒。这里啊，是她的家。啊，既然如此，我们得好好感谢她。我不需要你感谢我，我只要你马上离开，就当你们从来没来过这个院子，没进过我家。快点，赶紧把剑找回来，然后赶紧想办法离开这儿。离开？你不是说咱们要留在这儿对付魏忠贤那个大奸贼吗？哎呀，杀什么魏忠贤啊？那不是你刚才说的吗？本来以为这是皇宫呢，可以进来告御状，没想到这住的是魏忠贤那个老太监。刚才看到那个血刀没有？哎呀，简直是太可怕了！咱们还是赶紧溜吧。对呀，要是穿着这身太监衣服死了，那才亏呢。别人肯定说这俩死太监，我还没成亲呢。我不也没成亲吗？讨厌，讨厌，讨厌！干什么？我总能穿着这身衣服跟你成亲吧？告诉本座，你为什么叫血刀啊？因为我有深仇大恨，所以叫血刀。那你能告诉本座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吗？原来的我已经死了，名字也就不在了。可是本座真的很好奇，想知道你的真实面目。等时机成熟以后，您一定会看到我的长相。时机成熟？你在等待什么时机？等待我的仇人出现。该死的奴才！小的该死！ 9000岁说他该死，我就让他死。有你在我身边，本座倒真是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有件事情你要记住，本座可不想让屋里沾上血腥味儿。血刀记住了，你先下去吧，有事本座会叫你。是。此人仇恨太深，杀气太重，而且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不可不防啊！各位请留步。少侠，你的伤刚好，怎么不多住几天，等身体痊愈了再离开？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了你们来之不易的幸福。我不明白少侠的意思。我看见你们家人很开心的样子，让我觉得你们很幸福，让我也感觉很幸福。那你们可以留下来呀，跟我们一起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于你们的救命之恩，有机会我一定报答。等等，少侠，你的余毒可能未清，这是些解药，带在身上以防万一吧。多谢，我们走吧。
我觉得这一家人特别奇怪，尤其是那位大嫂子，老是阴阳怪气的。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他虽然表面上不太容易亲近，但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啊，他医术高明。上次我受伤的时候，也是他帮我治好的。只是，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秘密。既然别人不愿意说，我们又何必多加猜测？不过那女的一定有不寻常的过去吧？英雄哥哥，你怎么知道那个大嫂子有不寻常的过去啊？就因为她能解我身上的毒。对了，我还忘了问你，你手上的毒是怎么中的？别问了。不过我再也不会回到过去了。你们都不知道，刚才太吓人了。那个叫血刀的怪物，一下子就把他的脖子给拧断了。拧断了？这么厉害呀！哎呀，以后咱们要是碰见他，那咱们还是绕着走吧，要不然命就不保了。可不是嘛，今天他掐这个，明天掐那个。对呀，那我们怎么办呢？你问我，我问谁啊？那个叫血刀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咱们还是赶紧走吧。就是，再不走小命难保了。快！你的宝剑呢？那可是你师傅送给你的信物啊！什么宝剑不宝剑的，小命要紧。我师傅在天之灵一定会原谅我的。走走走，快！哎呀，快站！哎，你们俩站住！干嘛呢？没那个啊，我们没那个天气有点闷啊，好闷。我们俩出来透透气。透透气。怎么以前没见过你们俩呀？啊？没见过我。我们俩新来的。啊，对，新来的正好。那你们就去伺候9000岁更衣。糟了，也不知道马尚飞和艾迪去哪儿了。京城人生地不熟的，马尚飞呆头呆脑的，艾迪姐又大大咧咧的，他们俩可怎么得了啊？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们。走。要想取得9000岁完全的信任，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接下来，我该怎么做？继续接近9000岁，取得他的信任。另外，你想报那个深仇大恨的话，就只有留在9000岁身边。我知道。那个和你有深仇大恨的人，迟早会找上9000岁。只要能报仇，我什么都不在乎，哪怕是做9000岁旁边的一条狗。我们继续找吧，总会有个下落。姑娘，别来无恙啊！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来，为本座好好按摩一下。那您是喜欢轻一点的呢，还是喜欢重一点的？如果喜欢重一点的，就找我；如果喜欢轻一点，就找他。有什么不同吗？完全不同，大不同。您如果明天想头疼、腿疼、脑袋疼，你让他来；你要想浑身舒服，我伺候你。你做的还真是很舒服。你又有什么绝活啊？我的他绝活可多了，他可绝了。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么大一碗白酒，高度他喝一口，炉子点着了，拿根柴火出来，噗，吐火。哦，是吗？宝剑，这么长的宝剑，他拿着往我嘴里边咔一插，后脑勺还露出这么长一截来，还没事。大石头，4个人抬不动，他一个人，咔，往胸口上一放，他的胸也平，拿锤子砸呀，砸，石头碎了，人没事。小飞子，来，你看，他现在就想表演给你看。这样，等本座有时间的话，你把你们的绝活通通表演给本座看一看。准备。今天呢，先把东西放在柜子里，上锁。好，遵命。
啊，钥匙，钥匙啊，哦，9千岁，咱们继续啊，继续。啊，上次我遭遇锦衣卫暗算，姑娘仗义相救，我就应该猜到，姑娘侠心义胆，必是忠良之后。大人说的没错，我姐姐的爹啊，官儿可大了，左都御史。那么敢问姑娘，是何方人士？我杨氏一门世居湖广阴山，家父杨涟，字文如，号大红。什么？你是杨涟的女儿？什么？老爷带回几个陌生人，还说要安排在府里住下。启禀夫人，我听下人们是这么说的，老爷正让他们准备房间呢。哎呀，怎么能轻易让陌生人住到家里呢？老爷又是心血来潮，我得看看去。你看见了没？那钥匙就挂在那老太监的身上。看见了能怎么样？偷出来呀！咱把钥匙偷出来以后，再把龙袍和皇冠也偷出来，然后交给你大师兄，让大师兄去交给皇上，到皇上面前去告御状。皇上一看，哟，这人不是想谋权篡位吗？让皇上去收拾他不就行了吗？对呀，让皇上杀了这个狗贼，我家老太太血海深仇就可以报了。怎么样？这个主意不错吧？我脑子挺快吧？你脑壳里就是一堆豆腐，哪那么容易啊？你以为那个太监傻呀？钥匙别在他腰上，你能拿得到吗？想办法呀！找个机会把钥匙偷出来，不就行了吗？老天终于睁开眼睛了，没有让杨家忠良绝后。大人，你怎么这么高兴啊？孩子，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呀，有请夫人。用不着请了，我已经来了。夫人，你来的正好。上次就是这位姑娘把我从锦衣卫那帮鹰犬的手里给救出来的。还有，你猜猜看，这位姑娘是谁？怎么，姑娘，难道你没有听你爹提过，你在京城有位姑姑？家父确实说过，我的姑父是吏部大臣孙伯瑜。莫非您就是？正是。孩子，当年我听说杨家遭奸人的灭门，我和你姑都以为，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呀！你是晴儿。当年我离开家，嫁到京城的时候，你还不到1岁大，一转眼的功夫，长这么大了，你真是晴儿吗？夫人，她真的是晴儿，绝没有错的。她就是你亲哥哥杨涟的女儿啊。晴儿，你仔细看看清楚，还认不认得我？我是姑姑杨桃啊。我记得我的姑姑就是杨桃。姑姑，可怜的孩子，姑姑终于找到你了。这次说什么，姑姑也得把你留下。你们俩是她的朋友吧？那就一块住下吧。反正这府里啊，空房子多的是，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多谢夫人。可是现在我担心马上飞跟艾蒂姐，我想赶紧找到他们。放心吧，我们暂且安顿下来，会找到他们的。马上飞，你知道吗？虽然平时我老骂你蠢，嫌你烦，欺负你，可是我现在真的很想你，很担心你。
你又担心马尚飞他们了？英雄哥哥，我知道你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在你的心里，他就像你的亲人一样。英雄哥哥，我看到姐姐找到她的亲姑姑，我真的好羡慕。可是现在，我唯一的亲人就只剩下马尚飞了。这个弹弓是他给我做的，我真的好想他。要是马尚飞能够平安无事，我以后一定不再骂他蠢了，也一定不再欺负他了。放心吧，一定会找到马尚飞他们的。我也很挂念他们，他现在是我唯一的师弟，也算是我的亲人。马尚飞也算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也是我的亲人。你把我当亲人，你肯原谅我？你又没做错什么事，我为什么不能原谅你？我现在没有犯错，并不代表我以前没有犯错。你别忘了，血洗东林书院的时候，我也在场。可是当时你被那些坏蛋给骗了，分不清楚好坏。但你现在不一样了。古人说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既然你能勇敢地认错，就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人愿，谢谢你。英雄哥哥，你跟我说谢谢。你不觉得你现在变了好多吗？我变了？我怎么变了？以前的你啊，话太少了，根本就没见你笑过，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就觉得你像冰一样，特别冷，特别冷。现在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现在的你啊，变得温暖了，话也多了，也爱笑了。你爱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你就像一个真正的大侠。要是你师父还在，看到你这样，一定会很高兴的。这辈子最愧疚、最感激的人就是我师父了。他以死唤醒了我的良知，让我明白了许多事。叶大侠，老爷请您到大厅，有事商谈。青儿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你们真打算从魏忠贤手里夺走那口铁盒？为了完成顾大人的遗愿，拯救苍生，我们必须这么做。可是姓魏的奸贼没那么容易对付。如果你们不小心搭上自己的性命，晴儿可是我杨家最后一滴血脉，我绝不允许她有什么三长两短。晴儿也告诉我了，你是她从小许配还没成亲的相公。可是你要是有什么差错的话，我家晴儿怎么办？姑姑，杨家的血海深仇不能不报。魏忠贤他为祸天下，他和那群阉官们如果一日不除，将会有更多的忠臣义士遭遇我们杨家一样的命运。可是，你让姑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姑姑，夫人，你这顾虑不错，可这晴儿说的也对。为了伸张正义，为了替那无数惨遭陷害的忠良讨回公道，姓魏的这条阉狗是不得不除啊！多谢姑父。只是今日阉党权倾朝野，要想对付他们，绝非易事。不如这样，明日我进朝面圣，先与皇上商定对策，咱们从长计议，争取将那奸贼一举歼灭，免得打草惊蛇，遭人陷害。孙大人深谋远虑，有劳大人了。爱卿所言，千真万确。事关重大，卑职不敢有半句戏言。没想到顾县城还准备了这么一份名册，要是咱们得到了，就知道朝中文武百官哪些可以委以重任。辅佐朕治理朝政，共挽狂澜。只可惜这份名单藏于一口铁盒之中，如今这口铁盒又落入了奸人魏忠贤的手中。依卑职所见，
可否请皇上下旨，盘查魏忠贤的府邸，找出那口铁盒？可是皇上，凡事不可操之过急。魏忠贤并非等闲之辈，不会轻易坐以待毙的。他必定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仓促动手，只会给我们遗患无穷啊！那依皇上所见，暗中寻找那口铁盒，切忌打草惊蛇，争取一举将魏忠贤及其阉党除之殆尽。皇上放心，卑职知道如何去办。真有此事？启禀9000岁，卑职亲耳听见，决错不了。你立刻回宫，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即回报。卑职遵旨。孙伯瑜这个老匹夫，可恶至极！哼！卑职参见9000岁。9000岁，您生这么大的气，是谁又惹着您了？哼！孙伯瑜那个老匹夫，居然知道了顾县城老贼所留铁盒的事情。那个小儿皇帝居然要他设计，从本座手中夺走那个铁盒。不要以为有小儿皇帝护着他，本座就不敢动他。你来得正好，出出主意，怎么对付这个小儿皇帝？启禀9000岁，依卑职所见，该对付的并非是皇上，而是孙伯瑜那个老匹夫。只要除掉孙伯瑜，哪怕是皇上再怎么想对付您，恐怕他也是力不从心呐。怎么说？9000岁，我想，皇上对付9000岁，都是孙伯瑜从中内外勾结。只要除掉了他，皇上和外面那些乱臣贼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想勾都勾不着啊！言之有理。还有呢？9000岁，你可曾记得，卑职曾经说过，要想除掉孙伯瑜，有一人是最佳人选。归营柳叶。将军，末将愚钝。现在我关宁铁骑仅8000余众，再加上各部兵勇，仍不及5万之师。倘若是正面迎敌，损兵折将不说，只怕功败垂成啊！既然如此，将军何不请朝廷火速派兵增援？朝廷现在正忙着平定内乱，指望他们即刻派兵援我辽东，时间太过仓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将军凡事为大局着想，真是难为了将军。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派人盯紧敌军的一举一动，以静制动。倘若敌军胆敢正面来犯，我们也只能玉石俱焚，殊死血战了。启禀将军，山海关总兵满贵参见。什么？满贵？他怎么来了？末将满贵参见将军。相公，你看，这是我们的儿子啊！住口！议事厅内只可谈论军情，不可言说其他。来人，山海关总兵满贵擅离职守，拖下去斩首！将军，相公，满贵将军是我跟孩子的恩人，你怎么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令杀他呀？如果没有满贵将军，我与孩子早已经死在那些乱军的手里了。是啊，将军，凡事得先弄个明白再说。不要再说了，现在敌军直逼长城脚下，满贵身为山海关总兵，竟敢擅离职守，这犯的就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启禀将军，末将死不足惜，可是末将扪心自问，尽忠报国，什么时候临阵退缩过？末将不服。大胆！相公，我带着孩子北上，
遇到了逃窜的叛匪，幸亏及时遇到了满贵，要不然我和孩子早就丧尸在乱刀之下了。之后，满贵将军更是舍生忘死，一路护送我来找你。此恩此德，你怎么能不报呢？无论什么理由，满贵触我军法，若不依罪论处，叫我日后如何服众？来人，拖下去！将军开恩呐！将军开恩呐！方才夫人所言极是，即使满贵将军真的擅离职守，也是为了保存将军的血脉，罪不至死啊！丹丹啊，千万别跑太远啊！爹一会儿就回家了。爹，你每天都写同样的字，烦不烦啊？写一遍就好了。好，爹知道丹丹最乖了，自己去玩，好不好？好，去吧。小朋友，你叫丹丹吗？嗯。谢谢。你看我这个竹蜻蜓漂亮吗？漂亮。送给你好不好？谢谢。先等等，你得先帮我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把这个锦盒交给你娘。我不认识你，我娘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我怕我娘骂我。难道你不想要这个竹蜻蜓了？那我就先走了。等一下。丹丹真乖。娘，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丹丹，这是谁给你的？我不知道。你快说呀，到底谁给你的？娘，我又没做错什么，你那么大声说我干嘛呀？你快说呀！我不认识那个人。丹丹，丹丹别怕啊。雨莲啊，孩子到底做错什么事啊？用得着这么大声骂他吗？什么？为什么都10年了还不肯放过我？都10年了。哎，雨莲。爹，你帮丹丹问问娘，丹丹到底做错了什么，惹娘生气了？好，丹丹，爹帮你问问，你自己玩会儿啊。嗯。既然将军忧心国事，那就更不该斩了满贵。满贵他骁勇善战，如今正是用人之际，将军万万不可意气用事。如要斩了满贵，只怕军中将士心中不服，请将军三思啊！住口！你们都起来吧。满贵，罪将在。此次饶你免死，速返出地，戴罪立功。末将遵命。另外，派人护送剑内犬子，抓紧时间赶回关内。还请将军容禀，为了夫人和孩子的安危，还请将军暂时将他2人安置在驻地的府内吧。满贵，你还敢抗命？末将不敢，但是最近敌军为祸日消，边防各个关口时常有战事发生。若在此时将夫人和孩子送走，沿途一遭不测呀！什么？9000岁吉兆？难道平静的生活对我来说，只是遥不可及的妄想？喋血江湖才是我最后的宿命。不，我不能放弃，我绝不能放弃这得之不易的幸福。雨莲，相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有事儿出去一下。去哪儿？你别问了，我去的地方，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你是我娘子，你去哪儿？难道我都不该问，不能问吗？你我夫妻10年了，为什么你总好像有很多的秘密不愿意告诉我？
因为我不想让你讨厌我、嫌弃我。很多事情我不想让你知道，是因为我怕你知道以后会给你带来麻烦。雨莲，娘，你去哪儿啊？带我一起去。丹丹乖，和爹留在家里。娘，你每次出去都带着我，为什么这次不带我？娘，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不要乱想，娘怎么会不要丹丹呢？我没有乱想，娘，你不带着我，你就是不要我了。娘，你别不要我好吗？我以后乖乖听话，不惹您生气了。如果你真的不想惹娘生气，就乖乖的陪着爹待在家里。如果娘真的回不来了，等你长大了，替娘照顾好爹，照顾好你自己。娘，娘，娘，娘！爹，娘还会回来吗？爹，你快告诉我，娘还会回来吗？爹不知道。铁盒里列在名册上所有的人，必须都得死。想从本座手中夺走铁盒的人，更是一个都不能活。季雨莲拜见9000岁。10年不见，别来无恙啊！9000岁，您和鬼影柳叶多年未见，想必有许多话要说，飞短告退。起来吧，你是本座的座前爱将，无需行此大礼。民女不敢起来。在本座面前，你还自称民女？别忘了，你可是本座亲自赐封的神机营第1位女千户。起来吧。10年前，我就已经不是了。什么意思啊？今日前来，是想将这令牌奉还。你想退出神机营？望9000岁成全。要不是因为你，本座也不会得到先皇的信任，成为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9000岁。你一定还在生气10年前本座把你当成了一颗弃子吧？玉莲不敢。其实你错怪本座了。本座知道你武艺高强，一定能够全身而退，所以才要你配合本座扮演了一场刺杀先皇的假戏。10年来，我曾经派人四处寻找过你。玉莲，本座真心的希望你能够给本座一个补偿的机会。9000岁言重了，您对我有养育之恩，玉莲不能不报。既知如此，为什么你还要退出神机营呢？本座待你可不薄啊！您对我恩比天高，玉莲勿之难忘。当初要不是遇到了我，你怎么可能像今天这个样子？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嫁了个如意郎君，还有一个5岁大的可爱的女儿。9000岁，我知道一个家庭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我也是希望你能够幸福。你不希望你的如意郎君和女儿遭到不测吧？相公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丹丹还是个孩子，请9000岁放过他们吧。雨莲，你又错怪本座了。本座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幸福，可是幸福要靠自己去把握。这样吧，你再帮本座办一件事，事成之后，你就可以去过你原来的幸福生活了。否则，
可就不好说了。9000岁分明是在威胁我，若不听命，相公和丹丹必遭不测。难道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落魄江湖再酒行，楚瑶纤细掌中轻。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长公，这就是您要找的人。长空无名躲在这儿练剑，倒是挺会找地方。久闻长空大侠的醉剑独步江湖，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我练剑的时候最好靠得不要太近，我不想伤着畜生。长空大侠，太刻薄了吧？今天要不是为了满足大侠的心愿，我才不会冒这个险呢。有话直说，别在这里拐弯抹角。哼，那好，我就直说了吧。久闻长空大侠习武成痴，想找尽天下所有的高手分出高下。正好，我那儿就有个叫血刀的绝顶高手，我想，长空大侠一定非常有兴趣，会一会他吧。哼，这要搁在以前，我还真有点兴趣。我长空无名找遍天下高手比武，无非就是想知道失败的滋味。可我现在一切都想明白了。胜负不过是过眼浮云，我不想再找谁比武了。这我就不明白了，是什么让长空大侠如此转变？因为叶红影，是叶红影让我理解了侠者何意。叶红影，不错，我败在叶红影的剑下。败的是心服口服，是他让我看清了一切，也找回了自己。我们现在已经成了知己的朋友。你居然和叶红影成了朋友？岂止是朋友，是过命至交。好，既然如此，那你就更应该找血刀比武了。什么意思？实不相瞒，血刀奉了9000岁之命，要除掉叶红影。十分不幸的是，叶红影之前刚刚遭到暗算，身中剧毒，应该他的功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如果这个时候血刀找到他，哼，叶红影只怕性命难保。真有此事？绝无虚言。叶红影现在何处？京城不大，应该很好找。什么？长空大侠，如果你想保住叶红影的性命，那么你最好在血刀找到叶红影之前，先把它解决掉。血刀在哪儿？这个在下可以帮你找。明天5时，城西小树林，带他来找我。哼，好戏开场了。喝酒吗？杀人之前，滴酒不沾。那杀人后呢？对酒狂歌。那从此以后，你就不用喝酒，也不用唱歌了。
剑山庄我见过你，你是战天云的徒弟。战天云的那个徒弟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叫血刀。此人武功阴毒，看样子我还得认真对付。你想杀我，保住叶红影的狗命，真是痴心妄想，自不量力。能为知己者死，长空无名，死而无憾。江湖在揪心。老爷，你要我准备的都备齐了。啊，有劳夫人了。真没想到，皇上贵为一国之君，居然连宫里的东西也不敢随便吃。要不是我家老爷经常偷偷的往宫里送吃的，皇上啊，他早就饿死了。魏忠贤那狗贼，狼子野心，不得不提防他在皇上的饮食中下毒啊！待会儿你们二人打扮成随从的模样，随老夫一起进宫面圣。见到皇上，你们尽管说，把魏忠贤残害忠良的罪行一五一十的禀明清楚。孙伯伯，那你也带我一块儿去见皇上吧。任苑，别胡闹了，进宫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哪有那么容易的？再说你还是个小孩儿，听姐姐话，乖乖留在这里啊。可是我要把坏蛋害死我爷爷的事和害死东林书院那么多人的事都要告诉皇上。任苑，放心吧，任苑，我会把东林书院的事情禀明皇上的。哎呀，快看！待会儿见了皇上，你真的会指证魏忠贤的种种罪行吗？我会的。可是，他是你义父，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不会再做一个愚孝之人。无名，你认识他？他是我的朋友，我必须救他。不行，你听我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可是他还活着。小心！保护孙大人，快走！好。